是洪灾过了，台南咸水顶哪里厝内电话也是卡袂通，信号嘛无解稳。公所表示，上紧后礼拜一会当修复。连续过来讲大雨，云林西里溪寮1号桥因为水透袂离，附近10多公顷园拢因引起，水利处表示会加强改善。经济部长郭志辉用4000亿美金鼓励互人要讲，这就是美国开的条件。经济部出面配合，希望大家莫乌白乱传。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初5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先来关心的是，这但若是洪灾过了，已经要1个月的时间啦。也毋过呢，伫咧台南咸水顶那里，这厝内电话也是无法度卡。另外，这手机的信号呢，嘛是无介稳定。公所表示讲，因为这基地台是互风台甲渗倒去，目前当咧抢修，按算这厝内的电话线后礼拜一就会当修复。也毋过这基地台都要等到月底才会当开好啊。今日台南咸水区顶哪里这个邻家厝内80岁时段摕电话起来，完全卡不出去。但那是风台重创台南已经要1个月啊！即阵伫台南咸水这个里，游玩有真侪住户反映厝内电话拢害去，民众无奈讲上无叫3届来修理。当初电视公司讲是因为台电的关系，不过即阵电已经抢修好势啊，通讯状况游玩无改善，互因生活真无方便。我啲囡仔已经叫4、5通电话啦，但要求啊，我叫伊搞照一个临时啊，我唔啊。我上阮2个大堂，万一发生什么代志，变哪联络？抢修1礼拜，人阮遮就拢完全拢有电啦，人电条嘛踩好啊，结果伊家阵也搁咧算讲是台电的问题。拢无出来抢修。惊去中华电信去2、3座。去就讲就叫牌安尼。叫牌的。就惊甲你讲叫牌，安尼咱就无法度啊。拿出来电话互在地住户白卡白手，居民阁反映手机的电信信号嘛无理想，就算即阵有电信基地台入来，毋过也是无介理想，甚至阁强在咧断去。公所回应附近遮电火条倒50支，另外本城遮的基地台伫咧高野遮瓦顶拿，因为风势大甲吹倒去，目前伊嘛正咧处理。这次风灾真的很严重。所以已经有点倒下来，然后现在已经把它立好，但是呢，还没有完全把它整个做好，所以可能要到8月的时候，大概这个月的月底，应该会把它整个处理好，所以这个通讯会完全的改善。因为基地台信号需要靠顶哪里的设备转送，造成顶哪附近的通讯拢受影响。中华电信表示，云嘉南地区即阵有2141号厝内电话，764号网络，33站行动基地台拢故障，等咧修理。公所表示，厝内电话线路按算后礼拜一通恢复好势，那基地台爱等月底会继续追踪改善情形。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另外来看，这几日的这个大雨呢，伫嘉义真侪所在嘛，拢共款传出淹水的灾情。有江标呢，是因为这积水排袂出去，所以用粪机来护水。有的甚至连这新圳都互大水甲流去，真做是这届水灾较特殊的受灾户。涂骹的水也袂干，边仔阁有排水用的物件。嘉义县溪口这间庙1楼的餐厅，因为大雨为窗仔破入来，造成积水。因为水无济，所以才用粪机甲水集中了后，搁用水库抽出去。庙方讲，暗算等天气较好了后，才搁来做一摆清理。某个地方，愈多我紧摕着卡档，好个卡档总比少去外口要紧。对啊，用电话打抽啊。安尼较省工啦吼。较侪人来好水，是较侪换查来抽较紧。对。真爱一时啊就好啊，你免1个2个钟仔付甲足辛苦啦。甲积水的状况比起来，嘉义县埔子伫全国小边仔这间庙灾情就较严重。7月底迄当阵才淹要130公分，水龙已经淹到庙顶，内底的市民嘛去互流去。附近的里民讲，只要淹水，市民就会流去，家在落尾拢有够吹转来。市民都各都管，没电，真正没电，好几次的。怎样说呢？只要淹水都被冲走。冲走再找回来这样子。可能很灵验啦，他们人要去找又都找回来。嘉义地区经过几日天的大雨了后，造成真侪所在有淹水积水的状况。即摆天气豆啊较稳定，民众除了开始无用整理环境以外，嘛希望刷落来天气莫过来落大水雨。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今仔日开始，这西南风呢受到啊减弱，就连这雨嘛加较点。也毋过连续几日讲大雨呢，造成这个灾情要是着爱来修复。所以今仔日宣布停班停课的是包括着高雄市桃园区、台南市南化区关山里，也阁有嘉义县4间国小，另外嘛有云林县的成功国小，拢是停班停课。 这波西南气流造成落大雨的情形，总算就要结束。因为大雨对高雄山区造成正大伤害，高雄桃园区今仔日停班停课，台南南化区关山里、嘉义县4间小学，也个云林林内乡的成功小学，有的停班停课，有的正常上班停止上课。希望后面将会当赶紧清理厝内。怎么伫南马社所有的对外道路拢未通，道路内面1600人无法度出来。族人无法进出对外联系。 恳请尽快开通道路，让居民能够外出。民代建议甲当地地基吞管，若无特别若落大水雨，那富兰、梅山甲复兴3个里，就因为路未通变做孤岛，那古受真侪路段土石流，灌树已经连续清几落工啊，也清袂煞。土石冲入去新平山庄甲中兴里的明梯，出来拢是落雨梅水，家具拢害去。家具啊，还有那个水淹进厨房60-70公分高啊。 一些家具都泡烂了。台南南化区的关山里也因为真侪所在路段有土石绑来，对外路车拢未过。台电赶紧修理，互民众先有电。后壁遮电缆拢土地掉的。雨一直落，一直到随时下昼3点，高雄无林伫8港的累积雨量已经到2895毫米，是全台湾上最。过来是高雄桃园的2442毫米，第三是屏东雾台2360毫米。另外，屏东的三地门、春日加高雄的南马社6区也拢超过2000毫米，仲未到莫拉克洪台记录。都要可以通了，可以通了。伫西南气流即马愈来愈减弱，受灾地区继续伫咧修路清理厝内，当地民众希望会当量早转到正常的生活。公司新闻综合报道。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彰化分署呢是头一届甲彰化地检署来合作，来举办虚拟货币的拍卖。这是一件网络投资的诈骗案，拢总有46000粒的泰达币是分做2标要来拍卖，卖这人拢真有兴趣。也若落尾呢是共一个人以74万9甲78万6去甲标着。 拍卖时间一到，大家开始竞标。中华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彰化分署头摆举办虚拟货币泰达币拍卖。拍卖公告的消息一出来，就袂少民众打电话询问。伫拍卖现场，嘛袂少人对泰达币有兴趣，甚至佫有特别为台北来中华参加拍卖。大概投资约2年的时间，我从台北看到彰化第一次有在拍卖，后来现场看一下。因为它这个泰达币，它比平台来讲的话，拍卖价格可能会稍微低个几毛钱这样，那就有那个获利空间。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彰化分署表示，这届泰达币是来自一件网络投资诈骗，被告用面册甲来看股票投资、AI 选股票等等的文章，拐骗被害人汇款，经由彰化地检署判决，没收将近46000粒的泰达币。然后最特别的是虚拟货币，因为这个是彰化的地院、地检跟我们行政执行分署第一次有虚拟货币的拍卖。我们这次拍卖的虚拟货币一共有4万多颗。那据我们承办股的书记官他们的转述，就是其实有很多的民众打电话来询问虚拟货币。行政执行署彰化分署表示，泰达币目前一粒计售大约是新台币29块，拍卖分2标，是共一个人分别用74万9000甲78万6000得标，发牌并未锁定，会转送交予彰化地检署保管。记者杨淑静彰化报道。 这新竹县内是拢总有6座粪扫掩埋场，其中呢要被抬起来粪扫是超过17万栋，这个数字是全国上界侪的。即摆呢，除了这摆币是世界团以外，这搭嘛定定导火烧是造成空气的污染。县政府即摆正咧进行第1期的改善工程，希望年底会当先甲8万栋的粪扫甲处理好势。 满满的粪扫已经伫要占满半个山头，新竹县粪扫掩埋场目前还未处理掩埋粪扫量大约174000吨，也是全国上侪。其中西方掩埋场大概到热天，较常引起火烧，造成住伫附近的民众真大的困扰。因为这种东西哦，太阳大的时候，一块玻璃就跟放大镜一样啊，折射就一下子就烧起来了。 几乎每年都烧了，一年有时候烧2、3次也不一定。掩埋场的臭味啦，
啊，到处都乱飘了哦，尤其这个灰尘啊、垃圾啊，也是乱飘啦，一大堆，造成居民受不了。新竹县环保局指出，目前新埔甲竹东的掩埋场已经处理完成。另外，新丰掩埋场也伫今年4月开始第一届改善工程，按算年尾进前会当处理约8万吨的粪扫。讲未来迈向中央争取补助，解决粪扫的问题。那预计在今年年底以前会完成一半的一个裸露垃圾覆土的一个工程。那目前也跟环境部申请第2期的一个工程。那在明年底之前，能够将裸露垃圾能够完全妥善处理。我们在今年初的时候，焚化炉开始试烧，那我们的垃圾量已经开始逐步的下降。新竹县环保局表示，新竹县新起的焚化炉也伫去年底进入测试的阶段，预计今年底会当正式运转，希望会当赶紧让新竹县的粪扫减量。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同款是环境的议题来关心的是，这宜兰台二线柑仔兰大桥呢，因为上旧，未堪得油，嘛未堪得水，安尼甲强，所以公路局是来启动改建，目前已经进入设计的阶段。也毋过，宜兰的野鸟学会是表示讲，这柑仔兰大桥这段呢，其实今年有去记录到300多的海燕仔的收，希望这公路局伫动工进前会当先甲环团来沟通。柑仔兰大桥真侪货车来去，伫台二线滨海公路顶悬是重要的交通要道。不过因为这条桥旧啊，较无法度载重，甲影响做大水甲地动的灾害，地方争取改建。伊水泥已经浮起啊，钢筋裸露很严重，有生锈腐蚀的问题。柑仔兰大桥有2.2公里长，下过宜兰河甲南洋溪，公路局启动改建的工程，初步估计工程的经费需要30亿，工期差不多3年。目前已经完成环评，进入设计阶段。目前已经走到设计阶段了啦，它的环评、中规那个都已经核定了哦。不过，柑仔兰大桥改建牵连到南洋溪口重要的烂地，甲水鸟保护区的范围，恐惊会对附近的生态产生冲击。根据野鸟学会调查，为南洋大桥到柑仔兰大桥这段，今年有记录到保育类的鸟仔小燕鸥的收有差不多300收。烦恼改建的工程若向时间，未来这些鸟的收会怎消失？ NGO 团体并不是反对建设，我们如果说把这建设的伤害降到最低，那我将造成多方面的双赢或多赢。野鸟学会希望公路局会当赶紧甲环保团体沟通，降低工程对环境的伤害。根据柑仔兰大桥改建工程的环评报告，公路局答应讲会避免伫咧暗时啊时间，每一年12月至过当年的2月，也就是水鸟来过冬的期间，会延长暗时啊暂停施工的时间，来减少对在地动物的影响。公路局表示，会遵守环评的时阵相关的承诺，嘛会纳入去工程设计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 经济部长郭立辉落南去主持产业会谈，这当中呢是有用到4000亿美金来鼓励，表示讲这关税若要降，其实是需要真大的代价。也毋过外界煞开始来约讲，这就是美国所开出来的条件。也若经济部是出面来驳回讲，这只是举例尔，大家毋通看一个影就来生一个囝。总统，关税谈判10号前来得及达成协议吗？总统赖清德初5透早出席活动。 面对外界关注关税议题是无回应。美国对顶关税8月初7生效进前，咱国要持续争取降低空间。不过前一天，经济部长郭立辉去高雄主持传统产业界座谈会，甲精密机械、金属加工等等的业者讨论产业的对策。针对争取税率降低，要付出偌济代价，郭立辉以4000亿美金投资的金额做例，引起关注。因为我们是第三个法人所以假定不是3000亿美金或者3500亿美金。 都应该会大出来，4000亿美金，4000亿美金，你是希望中华民国政府对投资，还是按民间会当筹措4000亿美金下定？4000亿美金关键的数字，互外界认为是目前美国要求台湾投资的金额。不过经济部驳回讲，郭立辉书当时是举例说明，以日本甲韩国进行投资美国的规模来推估甲参考。 并不是讲政府已经有具体投资的承诺，或者是正在进行相关的谈判，请外界唔通过度解读。金额就是不晓得他要对照什么啦，巨额投资大概就是难免啦，因为如果说我们要这个追求这个15% 的关税的话，那大概也就是说参考这个日韩的案例，大概也是必须。那我不觉得美国会让我们就把台积电的这个1651加过来。
目前台湾投资的条件也无明确。美国阿拉斯加州长丁利维最近表示，台湾按算采购600万吨的天然气，会当讲是历史上上大条的订单。有风声讲，可能是台湾要争取降低关税的条件之一。针对这点，中油表示，相关的采购甲投资案目前正在推动，会争取伫咧合理的商业条件之下来掌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美国已经公布对台湾的关税呢是20%，嘛讲这新的关税已经差不多拢讲好势啊。也毋过咱行政院是讲这台美之间即马是还有继续咧谈判。另外，这8个县市首长呢是做伙来提出降低关税冲击的方案，也来呼吁中央爱公布关税协议的内容。美国上新关税税率有定7成效，目前美国宣布台湾对顶关税税率是20%，台湾当咧争取条件，也毋过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切沙伫节目访谈提到，新宣布的关税，当讲完全确定外界无应该假望这个税率，会伫无偌久的将来调降。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表示，台美继续谈判中，有愿咧争取对台湾上有利的选择。就台湾来说，我们就是依据这个行政命令，向美国提出了我们想要继续跟他协商的这个要求。那美国也回应了我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议题来持续讨论。具体的一个内容敲定之后，那么应该要送立法院的，一定都会送立法院嘛。若要唔来要求公开部分谈判内容，民众党更加提案邀请行政院长邓英台这批个12到立法院专案报告，也毋过民进党团甲经贸办拢希望，伫关税结果确定了后，再来国会报告，最后条约协商破局，会交予院会讨论。这个礼拜5跟下个礼拜2，民进党党团是不赞成嘛？只要一旦谈定之后，1个小时内我们赶快朝会协商，然后来安排行政院团队来报告的时间，这没有问题。中央政府是烦恼关税冲击产业，包括台中分家在内下8县市首长联合向中央提出，包括冬季水电油价保护农业等15项解决方案，更加呼吁中央赶紧公布甲美国的协议内容甲交换条件。那我们对美方提出了什么样的交换条件？那这个协议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那我们认为应该比照其他国家对国人开诚布公，千万不能用我们的中小企业跟我们农民的权益来作为谈判的基准点，绝对不能够牺牲我们台湾的这些的立足点。柯秀华表示，农业甲中小企业唔但是稳定台湾经济重要基础，更加是稳定国家重要力量，袂当互牺牲。也发声中央关税公布了后，大项拢会起，应该爱赶紧破坏现金一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受到这波美国关税影响来看，这台湾国内呢目前是有3441个人当咧休无薪假。即卖为着减少这冲击，劳动部是来提出保障的措施，包括着甲薪水差价的补贴比例扣悬到70%，提供劳工的职业训练，也有相关的津贴，希望会当陪伴劳工渡过难关。受到美国对台湾对顶关税20%，加上台票咧起，台湾传统产业受到真大影响。业者专家拢指出，若是8月初7关税阁无降低，恐惊一寡产业拢会开始放无薪假。汽机车零配件的出口对台湾来讲，其实是一个还蛮销往美国，其实是一个还蛮大的市场。所以如果真的有因为关税的冲击，所以导致说可能出货受到一些影响的话。或许有可能将来会发生无薪假的问题。塑胶啦、机械啊这部分放无薪假吼，其实是进前受到这个台币升值的影响啦。你即马可能讲这个关税佮拍落了就雪上加霜，未来吼足紧的就佮降落来，因为政府你甲美国谈判嘛。根据劳动部上新的统计，目前全台拢总有3441人咧放无薪假。劳动部长拜一也表示，政府打算提悬补贴，甲薪资差价的补贴比例对50%提悬到70%。过去薪资差额补贴都是5成啊，那我们会来把它提高到7成啊。那这个提高的成数，就是希望能够给劳工朋友，如果遭遇到减班休息的话，有更多的经济安全的支撑。劳动部表示，这届补贴的范围主要是针对树林、机械、运输零件这寡受到冲击的产业。劳动部强调，未来若是受影响的产业扩大，伊嘛是会扩大补助的范围，并且鼓励劳工伫咧减班的期间去参加职业训练，佮当加领训练津贴，鼓励劳工充电佮再出发。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
这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这电动车大厂特斯拉呢，因过这市中的人客是真侪，也毋过去年因的执行长马斯克挺川普了后，这生意煞愈来愈歹。即马特斯拉是提出290亿美金的奖励金，希望甲马斯克留落来，继续来换特斯拉来应对 AI 的科技挑战。 电动车大厂特斯拉的董事会随时甲执行长马斯克达成一项新的奖金协议，价值差不多290亿美金，代表8670亿，叫马斯克过做2年。 Look, it's roughly 30 billion, and they're basically hedging their bets. Given the Delaware court case, that's what they need to do. They need to recommit to Musk. He's the most important asset to Tesla. And also, this shows more and more ownership from Musk going forward. 这项奖励方案，马斯克会当得到9600万股的特斯拉股票，用来兑现2018年超过500亿美金的收入合约。因为这份合约去年12月，和德拉华州的刑评法院判无效，理由是特斯拉董事会批准过程有问题，对股东无公平。不过，若是马斯克上诉成功，法院恢复收入合约，就会失去新的奖励方案。消息公布了，特斯拉股票上最是 起2.9%，不过到顶礼拜五收盘，今年已经盘25%。国家还受研究资料显示，本来比其他的品牌有更加侪回头人客。不过，伫马斯克去年热天停川普了，特斯拉的品牌忠诚度开始大盘，今年3月降到49.9%，比业界平均水准小可较低。Look, some loyalty might diminish, but I believe that's contained in some of the issues. And I think the biggest issue for Tesla is about autonomous robotics and the AI future. And that's why I think it's a $2 trillion valuation. 特斯拉全世界销售也继续下滑，今年前5个月美国销售量跌8%，欧洲顶半年跌33%。这是看在消费者对马斯克想过插政治正反弹。伫马斯克甲川普避免了，特斯拉怎么用高额的奖金，希望伊继续带特斯拉，也个面对 AI 愈来愈激烈的竞争。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这巴西前总统波索纳洛，互人指控发动政变，这法院受禁止伊来使用手机啊，甲社群媒体。也毋过呢，伊煞偷偷用后生的手机啊对外来发表谈话。落尾这最高法院是决定甲软禁起来，而且要求挂电子卡款。 巴西总统波索纳罗透过后生也是行政参议员弗拉维奥波索纳罗的手机啊，对这利用的科巴卡巴纳海波集会支持者发表讲话。不过波索纳罗目前因为涉嫌撤回政变，用这自控制1年败选了后，继续将还手法院施加有风险措施，包含使用社群媒体甲手机啊，这让巴西最高法院随时发布这项命令，对波索纳罗软禁，理由是违反境外的措施。 禁令发布了后，波索纳罗按算伊伫首都巴西利亚的徛家软禁，挂电子卡权。联邦探员个月没收伊的手机啊，不过软禁令恐惊激化巴西甲美国紧张局势。川普批评这场审判是拉布，引起现任总统卢拉等各界带头人的反弹。外界分析认为，川普对巴西 Q50的关系可能是政治报复考虑。 Parabéns, presidente Trump! Go Trump! Go Trump! Go Trump! We love you! Brazil, love you! 巴西各大都市拢有群众发起示威，包含政敌负责米歇尔甲自由党的参议员拢徛台力挺。美国也用严重侵犯人权做理由，对发布明的法官制裁。面对复杂局势，现任总统卢拉已经公开呼吁政府按细致处理美墨关系，避免情势进一步恶化。波索纳罗支持者大规模示威，不但反映巴西政府极度分化，也显示美国政策对巴西内政影响真深。公司新闻陈慧仁报道。 来看这加沙人道危机呢，即马已经愈来愈严重啊！上新的统计是，这以哈冲突以来，上无已经有6万多人死亡。官方表示讲，昨一日内上无是有40个人无命去，这个人毋是饿死，就是去互以色列用甲枪杀，也是讲甲封死。 一名巴勒斯坦的民众为着被闪片枪击哭伫咧涂骹，一个囡仔一个人走过去，其实迄当阵是有枪响着伊，互人替伊真担心。另外一个画面是枪声响了后，枪支拍伫咧民众附近的一个土堆，
这是加沙中部的人道主义基金会 GHF 部署的物资分配点，民众伫咧离这个据点650公尺的所在受到冲击。加沙人道基金会随时即天因附近并无发生这种代志，有一位加沙百姓讲，即马去领物资，若毋是家己扛一地面粉转来，就是规线人互人扛带。جاء بشكل فظيع جدا، الشعب اللي بموت من الحرب هيموت من الجوع يا عم، ما في شكل عند الناس。因为以色列继续实施边境限制，抑个逐工毋是咬死就是被炸死的人数愈来愈多，造成传统伊斯兰葬礼用被捕包尸体步无够劲，比即马就用有花纹正高的毯仔来包尸体。They kind of created a bottleneck or a traffic jam because the cargo was full to bring aid in. So Israel is not the bottleneck. 联合国讲，自5月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开始运作到今，已经有超过1000人伫咧接受援助时阵被杀害，真侪人拢是伫咧瓦郡分配点的时阵，互以色列军队射杀。随时即天有人因为伤枵加营养不良死亡，抑个更加侪人是因为枪击或者是空袭死亡。加沙人道基金会是以色列加美国支持成立，负责统筹加沙粮食的分配，因过也变相封锁超过100个国际社会人道援助加人权组织入来加沙。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另外，国内消息，咱来关心的是高雄林园一间地下工厂，伫个民国112年的时阵发生过2摆的火烧，迄当阵是造成空气的污染。结果环保局进一步来稽查，所发现讲，这业者呢是用合法来暗砍掉这个非法，已经囤废弃物超过200吨，而且这处理的行为嘛同款是违法。这环保局移送检警单位来侦办，即嘛经过当外的调查，高雄地检署已经依法甲姓陈的主嫌甲员工2个人拢加起诉。怪手将一打一打的粪扫挖开，消防员持续转水，莫搁大火搁继续烧。112年9月到12月，高雄林园一大地下工厂连续发生2摆大火。环保局进行稽查，所意外发现，业者只有废弃物的轻度许可，竟然违法囤将近200吨的废塑胶、泡面甲油桶，甚至搁用机台做切割假喙，包括大火造成的空污，也搁有违法囤废弃物等行为。环保局依法开发，拢总罚41万1000块，都是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那个会接那里啊？对啊，那个有这种污烟了呢。稽查发现，该厂堆置废塑胶等废弃物，未领有处理许可，从事裁切的处理行为，涉犯废清法46条刑责规定。高雄地检署指挥保持第3大队持续追查，发现姓董的主嫌敢有具合法的程度许可，用合法暗砍规法，带姓林的员工来做废弃物的切割处理，已经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的相关经济规定，甚至最后阁因为无材料处理，都将200吨的废弃物但你无爱插，严重危害公共卫生甲生态安全。这个案件经过年外侦办，现在地检署将姓董的主嫌甲员工2人依法起诉，相关会当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本大队会同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历时数月调阅行车轨迹资料，并进行多家公司稽查，厘清犯罪流程。全案已由高雄地检署侦查终结。环保局表示，业者原地轻度许可，因为无申请延长，已经互注销。你工厂内底废弃物，等待证据保全解除了后，对随限期要求行为人赶紧清除。记者柯家朱朝阳高雄仓报道。来看连续落几日天的大雨，这高雄凤山甲前镇等等市区，这云架岛甲草埔顶头呢是生真侪狗仔类。专家是来提示讲，这野生的香菇有一寡是有毒性的，所以民众若准唔知影品种，千万唔通乌白去买来食。高雄凤山这个道路云架岛出现一大片的野香菇，一蕊一蕊浅色的野菇，民众拢走来翕相。学校下过雨也是有，可是他说没有这么大朵的。当地民众讲，等下上太了有生一两蕊，这个白使讲是逐日拢落雨，发现野菇发甲规大片。这款野菇经过专家鉴定，研判是有毒的毒香菇，警方嘛紧甲刷掉，较免好奇的民众走来翕相，影响交通甲安全。我们卫生主管机关的统计，在台湾引起那个白色野菇最常见就丽蛰菇。像丽蛰菇，它也是一种毒菇，它有毒性的。如果民众不想误食丽蛰菇的话，它可能会出现肠胃道症状，症状包括恶心、呕吐、肚子痛、腹泻。部分的公园及道路分隔岛上长出了白色的蕈菇类，有些有毒性，
请民众看到了不要随意摘采食用。找五在于前镇区这片草坡啊，各商场头前，各会当看到野香菇，其中嘛包括冬香菇。专家提醒民众，真侪食到野香菇中毒的个案，民众一定要细致。那个应该不能吃吧？我怕那个有毒哦，而且也不干净，地上有污水啊那些。含摸嘛无爱摸，啥弄啊？会毒啦，迄种食落会有人食死咧。专家讲，民众对外观青草的野菇较有防备心，不过却无去注意到白色的野菇嘛可能有毒。不管是伫郊区也是市区，都有确认品种。若无食对这种落了发出来野菇，千万唔通去买来食，才会当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好，这几天落大雨，伫云林145县道西螺溪寮1号桥呢，是因为这水消透袂离，所以附近10外公顷的园全安尼淹去。农民是讲，这带呢并若落大雨，就会来淹水。水利处表示讲，即马除了会加强来清土沙，也会研究水门改善的方案，希望会当解决淹水的状况。接报产无偌久的日记条啊，是规个浸伫水内，受到连续几天落大雨的影响，造成云林西螺溪寮1号桥的边沟啊未复排水，和附近的田拢淹水淹得真严重，10几公顷变作鱼温。采购早起雨有较停，但嘛阁有真侪田浸伫水内。田这个拢做过5下6摆人家个田拢有滴答答，啊，浸水有缘，即马几个工呢？见落雨见嘛浸起来，嘿，做乱都多都浸起来啦。风雨若较大咧。水拢已经大家只拢透较袂出去啦，啊！你像即摆咧抽这啦，那即摆抽迄边抽吼，抽来佫倒加这边佫位田佫处理啦。农民还讲，大概落雨拢一定淹水。对这云林县政府水利处表示讲，溪寮桥的两边已经设置刷动式的抽水机平台，但两边的入水口定有粪扫塌掉，也是土积伫遐，未来加强清扫，卖含农电水利署建议排水沟闸门的改善。这水闸门的功能要恢复，包括它就是要防止外水。然后要容易让内水能够排出去，所以阮会过来甲水利会来研究哦。县府表示讲，除了改善水闸门，嘛会针对边仔沟设置杂物的栏杆，伫当年汛期进前做高效的清淤，而且协调农电水利署办理现有的布环改起来提高排水的效率，避免产淹水的状况一直发生。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好，这波7月28大雨呢，互全台湾农损是超过2亿6千万，其中屏东是上界严重的。这高树乡王兰园是最贵的安尼淹去，另外准备要来开花这枣啊，嘛同款互大雨甲拍下去，叶啊已经变黄。农民表示讲，这损失呢已经超过5成。其实除了这2项以外，香蕉甲柠檬嘛是同款拢有受灾。赶紧甲有法度救的早先慢起来，其他搁再消毒除虫，会使救偌济算偌济。这是屏东高树乡的王来田，农民讲损害超过7成，即摆真正足严重。虽然种一站啊才采收，不过即摆连续的大水雨拢甲王来泡伫水底，剩的果子仔若是浸后去，就要搁定静啊。过去嘛，伊即摆造成全面性的淹没，你看涨拢倒了，影响到我部分差不多是7成，即青爱搁几礼拜，爱搁杀菌的。哦，系啊，啊个尽量补救啊。拢安尼，未顺风啦，这花啊拢花去啊。那往来连准备要开花大出的枣啊，叶啊嘛，互大雨拍到球去，有诶看起来要凹黄，有几粒爱准备开花，一节煞拢剩1、2个开花点。种枣的农民表示，这是今仔日早起较无出日头，互雨拍过的叶啊，若晒着日，马上就水冷去。较紧喷药啊，系啊，较紧用喷药消毒啊，看有补救无？差不多1半价的咯。超过5成，5成以上的咯。蔬菜、花卉等共计有34项作物，受损面积有680公顷左右，然后损失金额在9100万左右哈。即摆7月28大水雨重创农业，农业部统计到7时下晡，全台损失超过2.6亿。屏东上惨重，农损9197万左右，受损的农作物有34项，其中上侪是往来，损失金额1369万。第二是金蕉814万，第三名是柠檬甲蜜枣，损害金额分别是698万甲1000多万。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彰化大城乡的供电案有开说明会，强调有上百个地主呢，即马已经同意签约。也毋过彰化县府说讲，因无收到业者的申请，因重要讲，除了这地方爱有共识以外，也着确认无污染的记录，安尼才会来核发地方主管机关的同意函。
正常国进灯，抗议到底，抗议到底。头白布条夹飘起伫咧会场外口抗议，中华大城乡要50个农民，甲来站下的环保团体控诉丰谷能源公司初5召开说明会，讲按算要伫咧顶庄村设立太阳能发电甲升压站，毋若无事先公告，光电帮还佫会互农地有污染。农民讲因的土地绝对毋是业者所讲的无适合种植的土地。每年在这边产量是很高的，你即马一旦无土地通做，我们食什么？我们少年人无法度继续留咧这个生态。反查很多次，这边种出来的地瓜真的是全台湾数1数2的，产量跟品质都数1数2。那这个地方就适合沙质地的，像种花生、种地瓜，那不是政府说的是这是低地力，它绝对不是。在说明会支持甲反对的是一句来一句去。反对光电帮的农民认为讲，农地会当种出品质真好的番薯等等的农作物，农民嘛会当家己种家己食。那引进光电帮就袂输甲农业消灭共款。也若支持的农民讲，一甲地就会当收光电业者40万的租金，对较济户或者是土地已经减化的农民来讲，是真有吸引力。真希望讲会当通过，因为通过了多多少少对我来讲，会多一点收入。我们希望能够争取就是说有部分的地区呢，还是可以来做光电。那也希望呢，各种呢不同的声音呢，都可以让政府来听到。光电业者表示，按算伫咧顶庄村40公顷的土地，申请采50米加瓦的太阳能发电设施，目前已经有差不多100个地主同意签约。不过中华管府讲，还未收到业者的申请。地方有共识，然后没有影响环境的疑虑，这2个前提是我们发同意函的重要的要件。经济力量发展处表示，大爱地方有共识，还佫有确认无污染的记录，才会前提之下，管府才会核发地方主管机关的同意函。迄人业者强调讲，会持续沟通，找出地方的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内政部审议台中国土功能分区图的草案，也毋过环保团体刷来抗议，讲这台中大坑甲雾峰呢，拢有传出土质流灾情，所以应该就要甲大坑的保安林来划入保育地区。另外，伫咧这台中港的特定区域，也着甲这北海底的生态地甲考虑入去。也若市政府是表示讲，还阁会当讨论。土石流冲击问题安怎清也清袂完。今日摆是台中大溪山区，因为连日大雨引起土石流灾情。面对极端气候、强降雨的威胁，安怎保护家园呢？内政部审议台中市国土功能分区图草案，环团不满大溪保安林无划入国土保育地区，反倒来加做公园用地。他还是拒绝把它划到国土保安地区，去好好的保护它，以它来保护这些土石不要崩落。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环团质疑市府也将6400公顷优良农地改为加做农地，恐惊会开发后门，放尽流失。另外，台中港特定区既然将北海底重要生态环境也划入，实在涵盖，要求应该改为做海洋资源区第1类。这样子的安排是十分荒谬的，所以应该要检讨这个多年来错误划设的台中港特定区范围，这样才能够落实国土计划法保育自然环境的目的。这起草案伫内政部国土计划审议会审议，台中市地政局表示，目前草案经过相关主管机关、学者专家伫地方按照严格定数审议通过，老新的意见应该评估。该可以检讨的部分，市政府都非常的重视。那如果有新的这个议题，或者是新的环境状况改变，那我们回去之后相关的主管机关再根据现状再来做考量看看。地政局强调，国土计划精神就算是规定拢会个检讨，另外就算无划入国土保育区，那属于环境敏感地区土地，也毋是想要开发就应开发，会有把关机制。不过，环团坚持极端气候一直造成灾害，政府应该更加积极落实国土计划保护国土的本质，环境敏感区都要严管，不应该简单来绑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艺人诺诺，互人指控威胁1审呢是互人判2档6个月，即马官司还搁咧2审咧审理。士林地检署是查出伊还搁涉犯另外2件性侵威胁案，目前是以强制性交等等的罪嫌，甲伊另案起诉。
检方是表示讲，这农农呢去互人掠铃，毋过煞伫个过程当中甲人性侵，另外也搁透过面册去招另外一个被害者来见面，伫个车顶嘛共款做出一寡威胁的行为。原本这两案是不起诉处分，也毋过即马专案经过再议，检方今仔日终结起诉。另外来关心的是，有印尼的居民甲工人代表控诉讲，因伫个华新丽华这公司呢，是伫个印尼来起火力电厂，是污染着空气甲水源。另外，甚至这工人若阵有发生工案意外，公司嘛拢无要甲处理。因批评这间公司呢，对外宣传绿色转型，也毋过实际上煞无影安尼做。也来业者是回应讲，这部分资讯毋是事实，作业流程拢有照规定来行。车架横被污染的相片，为印尼到华新丽华台北总部的门口，印尼吉控工业区周边的居民甲员工控诉华新丽华伫莫罗瓦里等地起的烧土炭电厂造成空气严重污染，附近小学离电厂的烟筒就短短100多公尺，学生一直出现呼吸道甲皮肤感染，虽然买一个真俗的喙安的钱拢无。Berkunjung ke Morowali, umumnya itu setelah kita berkunjung ke sana akan sakit akibat kondisi udara yang buruk, terutama jika lagi musim kering karena polusi sedemikian parah terjadi. Jadi除了环境问题，也有工案危机。主公司员工出面控诉，去年有员工工作时阵落入去死亡，即马煞无看到具体改善工案的措施。居民抗议华新丽华原来宣传绿色转型，原来伫印尼的施工人权、环境、劳工安全拢爱个检视。Bahwa transisi energi yang banyak digembor-gemborkan oleh banyak perusahaan besar tidak selamanya bagus karena dalam rantai pasoknya itu menyebabkan banyak pelanggaran hak asasi manusia dan pengrusakan lingkungan. 面对指控，华新丽华伫会后用文字声明回复部分资讯甲事实无符合。伫外界提出疑虑的时阵，已经安排公司高层甲环境权保障基金会面对面沟通。同时，伫迄年也继续甲园区 ESG 基金会沟通，强调公司伫印尼当地遵守法规。暗过声明内底无正面回应外界对职灾责任甲污染数据等具体疑问。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这教师的人权，全教总呢，今仔日是来开记者会，讲有真侪届拢去接到公立幼儿园的这教师反映讲，因幼儿园呢是要求老师规年烫天拢袂当休困，就连休寒甲休热嘛是共款拢爱上班。因讲已经摕到这教育部各教师的核准，并无违法的行为，所以教师团体是质疑这款做法呢，根本就是政府带头咧压迫教师的人权。学生囡仔休热期间，7、8月份唔免读册，公立幼稚园也开始放假。唔过考虑到父母爱上班，囡仔无所在去，有公立幼稚园就推出来休寒休热留园服务。全教总拜二开记者会，表示受到基层公立幼稚园老师的投诉，讲幼稚园推出来全年无休的政策，要求老师休寒休热拢袂当休困。佮讲这是有经过教育部的核准。这一次的状况是乡镇私立的幼儿园，他们的学期的起讫时间就没有跟公立学校一样，啊，像以这一次的真理幼儿园，它就制定从一整年它都没有寒暑假，那以老师适用教师法的特性，就变成教师需要去配合他的这个全年无休的学习的时间去工作。全教总表示，若是公立幼稚园照法律的规定，就应该爱予教师有基本的休寒休热。若是经过家长和学校的要求，需要伫咧放假期间有营队也是托育的服务，也应该爱尊重老师的意愿，袂当用强迫的方式规定老师一定要来上班。老师他们是报到之后才会知道这个幼儿园他们的这个作息的时间。他们考完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园方有要求他们就是暑假要去进行这个教保的服务。教师团体呼吁教育部爱确保教职人员的权益，也要求教育部赶紧出面回应，到底敢有核准这款规定？原来教育部到目前是还未对外做出回应。记者台选林秀凯台北报道。高中的本土语言课程列作必须到单呢，已经有3档的时间啊。有民间团体是去调查这个高中生对108课纲的想法。虽然讲普遍有认为讲这门课是有意义的，也毋过嘛有超过2/3的人是认为讲目前这课程的设计是无够理想。民间团体表示讲，其实这甲支援教师的品质甲教材是有关系。
根据国家语言发展法的规定，自111学年开始，高中的本土语言课程已经列作必修。不过，关注教育的民间团体 EDU 就针对高中生做调查，发布108课纲观察报告，其中有指出本土语言课程的满意度有超过2/3认为不够理想，我5成认为课程无法度提升对本土语言的学习兴趣。编团表示，这甲资源教师教学品质不稳定，和教材不够在地化等等有关系。我们需要的是去建立完善的师资培育的机制，以及去提升关于本土语言教师的待遇。第二点呢，我们会期待各学校各地方政府要去发展在地符合在地脉络、在地本位的课程教材。编团呼吁教育部应当鼓励地方政府编写在地化、较瓦大学生实际生活的本土语言教材。另外，也应当解决资源教师太牛价、欠缺进修，也有教学资源的问题。国教署是回应讲，会透过继续办理研习来改善教学现场本土语言课程的教学品质。主要还是透过增能的研习。另外，我们也鼓励地方政府依照地区语言的特性来开缺聘用本土语文的专业师资。为了鼓励地方政府他们来编辑在地化的教材，本署其实也定有相关的补助要点，来给予地方政府在编辑教材上面的支持。另外，108课纲观察报告嘛指出，有学校因为行政也是教学资源的限制，致使学生想要学的本土语言类别数无通选择。国教署表示，这是违背课纲的规定，未来会加强辅导学校，嘛会透过线顶课程来解决这款问题，保障学生的权益。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立法院会三读通过《货物税条例》部分条文的修正案，即卖饮料无加糖就免扣货物税，也毋过这当中是无含手册地。这波修法的这无糖的用管啊底的这饮料，拢会当免扣15%的货物税。也毋过呢，手册题是例外的。也若这家电方面，电视、录影机、电唱机甲录音机嘛同款会当免扣税。再来看这台铁平溪线的这3条领站呢，是全台唯一一个无法度驶车道到位的这个火车头。伫因过无连外道路的状况之下，当地人要出入就要行轨道。即卖呢，新北市政府甲台铁呢是伫个轨道边仔，佮加设一个临时的便桥，预计这个月的中旬就会当开放。工作人员来回检查确认，当60公尺的临时便桥外边加设120公分的通行道，让过路人和乌托邦会当行。3条领车头过去连外是无路通行，游客和居民才会当利用铁路桥的维修便道来行。即马总算有路啊！这部分我们还是把它移设到这边，将人行道空间拓宽120公分，远离轨道，解决当地居民100年出入不便问题。伫便桥完工了后，游客要去3条岭车头附近的3条岭水墙群，也是生态蹦康这景点嘛，搁较利便。不过，检视平溪线，亲像10分站、平溪站沿线拢是店家，嘛是放孔明灯的热门景点，让游客行伫铁骑路。伫铁骑路顶悬咧放孔明灯，再搁翕相来纪念。所落来火车来啊，虽然讲有淡水泥来经过，但看一寡所在是有放禁止软过的告示，游客行为恐惊是违规。在这个模糊地带上，就是可以允许，就是旅客可能在这个轨道上，然后放天灯，然后做一些观光的事情这样子。我觉得还 OK， 但是就是变成说店家什么要协助去看。可能也要跟客人提醒说，等一下可能会比较赶。假设你的时间离火车发车时间很近的话，等一下时间可能会比较赶，我们要快速解决。这样有一些比较危险的弯道啊，附近可能或山洞出口，车子出来可能不急于去警告这个部分呢，我们会立牌子警务穿越。台铁公司表示讲，特定区段嘛是袂当安尼甲过，但是因应当地观光特色产业，火车进站进前会先停车淡水泥来警示，过去嘛有一直宣导。协调店家来倒疏导游客。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南投县政府呢，为着要改善偏乡的交通，是伫个公车甲客运较罕的经过的所在，互人会当来自运车辆接送。其中伫个水里乡幸福巴士对7月底是开始试营运，地方未少人是有巴士通坐，通过去找医生，也是上课等等，其实拢加较利便。长辈欢喜坐起哩幸福巴士，南投幸福谷伫水里乡的幸福巴士，7月底开始试营运，特别来到南港、北部、基隆3串一会所举办服务说明会。在地居民表示，水里唔拿公车的车班少，而且大卡山顶的居民行到上近的车站，嘛要几哪公里。
一般的车班，伊拢像我咧坐车，拢1点钟后才有一班，有时拢耽误啊，对不？你就要等1个小时。山上下来到主干线坐公车，至少都要2-3公里以上。那这个部分会变成长辈要走路也不是，那骑机车又危险。为了解决山区民众出门无方便的问题，县府设南投幸福谷，提供民众打电话预约，到指定时间甲地点坐幸福巴士。服务范围除了水里乡内，麦当往回周边乡镇。南投县长柯淑华讲，这项服务对去年9月伫第3镇民间乡鹿谷乡启动了后，到今年6月已经出车15000架，服务大约4.7万人次。不过，为咗公所拢讲民众需求量悬，有车辆无够的问题，对此县府答应会协助来补车辆。有很多的慈善团体也非常的乐意哈，我们会鼓励他们捐长照车，很多乡镇提出来的车辆要再增加的，我们会给予这样的协助。水里幸福巴士目前试营运期间拢免钱，未来正式营运一段票是半票13块，全票25块，超过8公里收2段票，上济计算到3段票。县府指出，如果明年南投13乡镇拢通车了后，会整合民众的需求，来调整路线、甲爱心票、学生票等票价优惠。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法国伫今年9月会来颁发国家公职的勋章，其中一个摕到这勋章的是一个73岁未报纸已经50多档的番仔，伊若是未报纸未甲真有特色，嘛来见证这几十档来报纸产业的演变。Breaking news: Monica Lewinsky is pregnant by Trump. 当然，这是讲算笑的。看到被捕者阿克巴出现在巴黎拉丁区的话，对正熟悉人客拢是笑眯眯。Et je suis positive et je mets de l'ambiance, la joie de la vie. On appelle ça la joie de la vie. Et je fais rire les gens. 阿克巴9月EU总统马克宏颁发第一关荣誉的国家公职勋章，今日摆伫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后边。国家公职勋章主要是伫表彰对法国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无论是军事也是公共领域。为巴勒斯坦来阿克巴为1970年开始被报纸，1979年代中期电视出现，将做传达消息的主要来源。报纸用要消息伫街路，不过阿克巴做好这传统伫法国延续落来，伊用罕见活着伫历史悠久的拉丁区，每日行差不多15公里。为早期卖口写杂志《查理周刊》，到后来伫下晡出版的《世界报》做主力。Une vingtaine de monde en 8 heures. Tout est digital maintenant. Les gens, ils achètent très peu les journaux. Les jaunes, surtout les jaunes, ils n'achètent pas. Mais j'ai encore quelques clients, quelques habitués qui m'achètent encore le monde. 拉丁区1960年代是学生抗争的中心，即马正做巴黎上流行的街区之一。当年租用20世纪铁壳大金铺的册店，即马已经互高级精品店甲餐馆取代。fait plus que lui acheter le monde. Si Ali n'existait pas, Saint-Germain-des-Prés ne serait pas Saint-Germain-des-Prés. 阿克巴卖报纸超过半世纪，有时阵伊会坐来甲出面隔壁啉咖啡，或者是食中昼饭。也因为见证经济变迁，将做连接丰富历史的活看板。公司新闻黄文玲朋友。伫海底1-2公尺深的这海洋生物的，咱要亲目睭看到是真困难。即马阿根廷甲美国科学家是来发明一种机器人，会当落去到深海，甲影像传转来到地面。这个过程透过直播，逐天有上百万人来看。像海绵宝宝内底派大星同款的浅橄榄色海青、航仔鱼，还有各种深海鱼类甲酸蚵，伫 YouTube 频道直播，而且大家拢有超过100万人伫看。由美国甲阿根廷科学家组成的团队，研发出一种探索海洋世界新方法，就是透过水下机器人，互伊去连畅水员都无法度到位的海底，用远端遥控机器人手骨，直接甲海底环境互动。科学家看影片，为观看者解说各种海洋生物的习性。这届的任务是伫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大西洋沿岸的马德普拉塔海底的结构，探测4000公尺深的海洋活动。Están todos trabajando coordinados en grupos y eso se ve, se transpira, se trasluce en la transmisión y bueno, a la gente le gusta eso. Ver pasión por un trabajo es atractivo. 像派大星的海星真紧就吸引万甲迷注意，也伫社群媒体真侪人伫讨论。有网友讲，原来派大星是阿根廷人，也有其他网友一直伫注意魔蟹的生活，佮替伊号做变种红球。
这种的海底探险活动的资金面临威胁。自从2023年12月，美丽与总统上任以来，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的预算，互人大幅度删减21%，也引起科学家真侪人离职。Digamos, la ciencia está en un momento súper complicado, tanto desde lo financiero, desde el soporte, desde los recursos humanos, etcétera, y que se esté produciendo esto es como un faro de luz, es como una cosa. 科学家讲，因即马伫观察的这片水域，是因为温差真大的关系，才会当有这么丰富多样的海洋野生动物。即马的直播，互咱人用目睭会当看到看袂到的海底生物，忍受环境的程度，也互科学家真欢喜。公司新闻新乐为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9度到35度，中部地区是28度到32度，南部地区28度到32度，东部地区是30度到34度。那外岛地区27度到30度。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